榕树跟黑板树这些树种啊，每一天落叶量很大，而且学生在打扫的时候要处理这些落叶，有时候就要买一个小型焚化炉来烧，那相当危险。再加上镇公所的这个清洁队，因为树叶是不收的，那我们在处理这个时候只能烧或堆围，这样造成处理上困难。我们就想一个办法来改变一些树种。低落叶或是几乎没有落叶的椰子树、虎尾椰子、马尼拉椰子，还有黄椰子这一类的，就比较不会落叶。还有鹅掌藤，还有那个低落叶一些树种，我们经过挑选，就说绿化美化。最近以后就改变了，学生在处理这些落叶时间花的少，而且因为他们比较轻松，所以呢很多时间来在课业上面。就可以赚了很多时间来做课业上的发展，这样子对整个校园跟教育都有正面的作用。就变少，然后而且我的扫地的速度就是比较快，然后只要扫几片叶子就好。蛮漂亮的苏州绿化校园。我们学校从民国95年开始就会办理药学以及护理相关的课程，那我们也配合政府的108课纲，的校本位精神，然后办理我们特色课程。那本校的特色课程主要是急救技能的演练，比如说 CPR、AED 以及哈姆立克急救法等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学生能够透过知识以及技能的结合，并且呢，能够把助人的这个精神，发挥在日常生活之中。那另外，我们学校另外一个特色课程就是会利用人体的模型来进行教学。那也希望能够培养同学一些健康与护理的基本知识，那以奠定同学日后在医护人员的一些基础。本身 CPR 加 AED 就是一个能够救人又救己的技能，所以学校推动这个课程，让每位学生都能够学会这个一技之长。我觉得学校安排这些特色课程对我来说收益非常大。我除了能够知道人体里面一些器官的生理构造，我还更能够知道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。除此之外，以往的一些错误的观念，我也都能够得到厘清。巨人高中急救技能我最行。